歡迎收睇《反詐第一線》。今日我要同大家講解下喺求職騙案當中最常用嘅手法——刷單騙案。想輕鬆鬆就可以賺到外快。嗱，如果大家喺社交媒體睇到啲求職廣告，聲稱不拘學歷經驗，只要安在家中就可以享有高薪。喂，你真係以為喐下手指就可以賺到大錢？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？一開始以為自己做啲簡單嘅兼職，咁啲廣告話做少少賺幾百蚊，咪覺得好吸引咯。邊諗到呃錢嘅啫？後尾聽啲 friend 講話係嗰啲咩刷單騙案啊，原來興咗幾年㗎啦，咪成港灰晒咯。刷單任務等於破財之路，精心設計嘅刷單陷阱，線上助理、廣告業務經理、物流管理員，刷單騙局流程解構。第一步，刷單騙案。騙案通常以高回報網上兼職為包裝，騙徒透過社交平台發送招聘信息，誠邀你成為刷單員，承諾每張單可獲得高額佣金。第二步，騙徒要求你下載不明嘅應用程式或登入假網站，完成簡單嘅下單流程，先小額試做，初期真係會獲得佣金回贈，以獲取你嘅信任。第三步，騙徒誘導你投入更大筆嘅資金，接受高級任務。但呢次，當你付款之後，受害人喺預付款之後，唔單止收唔到商品，更加攞唔返本金同埋佣金，甚至被誘導要投放更大嘅金額，最後就損失慘重。嗱，記住啦，任何要求你先俾錢再賺佣嘅工作咧，係要格外小心，切勿相信高回報、零風險呢一啲誘惑啊！如有懷疑，請立即報警或即打防騙易24小時熱線1822查詢。